国民党党中央和立法院党团达成军购案的共识，这拿赢的国防特别条例草案版本就是3800亿+N，内面也无处罚机制。党中央也表示讲，要符合大海作战需求，完成建案听书和美国同意备难等三大要件。若民进党是呼吁拿赢呢，条文会当拆开好好讨论，确实看无国民党是一个反对性。行政院提出的8年1.25条国防特别条例，有计伫初6的立法院会，甲南北党团版本同齐复位，也毋过国民党内刷出现意见无同，为刘伟齐卡新的8100亿，甲党中央的3500亿+N，前主席朱立伦主电本等出的9013种版本，党中央初5首先召开记者会说明立场。我们反对的是缺乏保障而且有争议的商业采购的部分，譬如说。拉法叶案，譬如说达正案，它可能都是一些佣金的问题、人头公司的问题。南亚党中央提出军购3条件，包括大项军购武器设备，要依据国防部10年兵力规划案，甲5年兵力整建案的大海作战需求，搁要经过建案定数，相关预算甲计算才会当启动。同时，大项武器采购也要有美国政府的法计师确定是美国同意的项目，规格付款条件等，立意党团上尾确定3800亿+N的版本，其中无定法机制。我们希望以分阶段、具体明确的方式来推进军购，而不是一次性的授权一张没有金额上限、没有内容明细的空白支票。我自己本人也跟徐巧芯委员至少沟通过2次，党内的沟通协调一直都非常的顺畅、顺利的在进行。南亚呼吁国内组织爱回归年度预算，民进党这期干那总预算拢还未排入审议，佮较莫讲爱回应美国期待，亲像煞无看到国民党反对的内容甲项目。精准火炮的一个建制采购，国民党认为不重要吗？远程精准飞弹的一个采购，难道他们认为这个不需要吗？如果政府今天要盖一个120坪的房子，你说你先盖30坪，以后再来加 N 慢慢盖。那我地基怎么打？所以1.25兆的特别预算跟条例应该是一个整体，不容许打折。民进党团指出，这摆国防特别条例的核心目的，就是因应中共对台封锁甲威胁。条文若要讨论，也会当真经完成，阁会当透过协商处理。呼吁在野党唔通拖害国家战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